酸蚵打甲鱼群是海面的上美丽风景。讲占海底面积只1/1000的酸蚵打，就会当孕育25%的海洋物种。这个生物的多样性甲丰富性，会当讲是海中的热带雨林。但是随着海岸开发甲观光，污染嘛对咧来，海洋环境遭受到破坏，酸蚵嘛面临生存的危机。根据联合国酸蚵打保育的基因报告，目前全世界有4种保育的方式会当来抢救酸蚵。伫台湾的东北花有一位酸蚵妈妈陈英玲，伊就真成功，把高康池变做酸蚵的保育基地。伊的努力，咱做伙来看。2015年取得了一口9孔池之后，就开这个种珊瑚的计划。曾经种过的珊瑚应该有50多种。我帮我喜欢的海洋做了更多的事情。只占海底的1/1000的面积，可是它的生物种类有到25%，绝对可以号称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色彩真水的大色尾鱼啊，伫酸蚵打内面咧游来游去，形成台湾的海底上水的风景。离岛的海中风景嘛真领目，像伫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经过9年的保养，规片六角酸蚵嘛被称之为海底薰衣草森林。酸蚵森林看袂尽的景象，互人赞叹。因为随着这海底美景一直的公开，酸蚵生存的环境嘛遭受严重的危险。大大小小的水泥桩、船锚等物落在海底，但仔细看，底下被压着的竟然是珊瑚，有些已经被砸到断折。事件就发生在小琉球，这里是澎湖东极港内珊瑚礁，潜入水中毫无生气的白色珊瑚礁，让整片海域一片死寂。有唱水美人用来定位的沿角，伫东北角的海域酸蚵顶咧浮浮沉沉，将玫瑰酸蚵卡一孔真大孔，边仔还有真侪酸蚵皮，互人心碎。台东南水的鸡母岩有一张差不多200岁的酸蚵，互人刻美好2大字。酸蚵生存充满危机，抢救海洋生态，咱会当做啥物？来自台北市吉林国中海洋社8年级到9年级的学生，伫进入暑假学期结束这天，对老师来到东北角的海边。很新奇，因为第一次要浮育珊瑚，觉得很特别，因为就是现在珊瑚就是白化的关系，然后环境污染，然后就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海洋生态。拉住这个线。好，再来，往上，很好。撑不起来了，下水就好一点。头一摆穿唱水味的衫落水的囡仔，总算换好装备，说就是水行免啊挂。怎么样？像这样子，退，好，在上面吐一下，面巾上面稍微压一下，用鼻子呼气，好，水就会里面的气体增加的时候，水就会从下面排出去。口罩哎，好了。然后拉的时候注意看，不要压到耳际，用嘴巴呼吸，鼻子就没有动作了。然后你们可以互相检查一下，看一下说，对方有没有戴好。没有问题哦，我们就等一下就慢慢移动到那边。这囡仔特别展开保育酸蚵的任务。今天我们会让大家种的是一个长得最快的珊瑚，叫轴孔珊瑚。先种下去的会希望它在1年之后，比如说这样2只好了，一个叶之后会变成数十个叶出来，会长成一朵出来。
落水进前爱先挂手笼，避免学生摕酸蚵时无设置钓伤，嘛伤害到酸蚵。先把整个皮套都先撑开来哦。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这里种了很多珊瑚，当然也死了很多珊瑚。所以今天靠各位的手，每个人至少要帮我再多种1颗珊瑚回海里面。但是珊瑚不是像花一样，你种下去丢到土里面，它就会活的。教练帮我拿那个水桶或者是口号好不好？面临生死存亡的酸蚵，袂使阁有任何损伤。种酸蚵进前，教练做最后的教育甲吩咐。现在看到上面有一个的小狗，可以轻轻的、温柔的拿着它，没关系哈。对，好。好，我们今天要怎么种？今天用的是绑绳宝。好，你等一下就是要把它打开、转开，找一个位置，找一个合适大小的，好，这么小也没关系，把它塞进去啊，你不要把头塞进去哈，把屁股塞进去，有一个间距大概是1个拳头到6的大小都可以。至少这样好不好？不然它等下长在一起就打架了。一切穿好势，种酸蚵的任务正式开始。现在我们就要把珊瑚种在海底，走吧，我们下水喽。将固定伫锁顶的酸蚵，再搁甲放伫水中的树壳，透过镜头会使清楚看到进前种的活跃的酸蚵已经愈来愈大。这一切幕后推手是有酸蚵妈妈之称的陈应玲。是外界媒体叫我珊瑚妈妈啦，但是我真的生不出珊瑚出来。我其实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说，我能够种更多的珊瑚，在海里面保存更多的珊瑚的栖地的话，那其实对我们还有对我的下一代都很好。那学潜水真的是一个影响我很大的过程，因为我下去啊，看到那么多漂亮的海洋生物，哇，觉得好美哦。可是所有的教练都告诉我，30年前更漂亮、更美，珊瑚更大朵，更多鱼啊、虾啊在里面。那我就想，那我到底能不能看到30年前的景象？现在已经那种路盖起来啊，人太多啊，都已经被破坏光了。然后我心里就想，我好希望知道30年前看到30年前的景象。教练说，现在你可能只能去国外看了，那我就不服气了。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种回来。因为唔甘愿陈应玲为唱水味的人变成海洋志工，10年前伊想办法倾钱找人，要讲了海边啊无伫市的高康池打造酸蚵復育基地。人家没有在用的9孔池下去，然后发现里面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9孔池来种珊瑚？然后就开始问教练。那当然一开始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找钱还有找人，对，就是从零开始。所以2015年取得了1口9孔池之后，就开始就是我们前面现在在做的那个9孔池，然后就开始了这个种珊瑚的计划。人工养殖的高康池有真侪人为石头，好高康会使成长，但过对蒜蚵来讲，唔是适合的生存环境。主要目的是要养9孔。那9孔喜欢躲在石块下面，那他们要采收的时候，把石块一翻就可以采收。可是那么小块，在台风来或东北季风的时候，它很容易就翻滚，把珊瑚直接种在上面，它一翻滚，珊瑚就断掉，那就白做工了。所以就是教练想出来用石笼那个方式，那可以让整个珊瑚固定更稳固，是从定制渔网那边过来。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试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直接绑铁架，或者是直接种在石头墙壁上面，或者是种在水泥块上面。实验了那么多种之后，发现绑绳的方法是目前繁殖比较快，而且成功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式。教练们很厉害，想出来的 idea， 石块堆成一塔，然后把它用那种很大的渔网把它绑起来、缝起来，变成一块大石头。证明就是十分有效，它躲过了这个台风的一个滚动啊、侵袭啊，还可以把我们的珊瑚固定在上面。我们目前有3口池子，大约超过1000颗了。曾经种过的珊瑚应该有50多种啦，但是不是每一种都可以成功。我会觉得我帮我喜欢的海洋做了更多的事情。
但仍然成功研究出伫海底种酸蚵，有这个想法是来自几年前，伊伫基隆海洋科学博物馆做志工，向这个酸蚵专家陈立淑博士学到的经验。珊瑚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栖所，它可能占整个海底面积的大概只有1/1000，里面的物种有高达所有海洋生物物种的25%，那表示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高密度的海洋生物的种类。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物量，所以绝对可以号称是我们讲的海底的热带雨林。台湾很独天独厚哈，珊瑚的黄金三角里面，我们刚好是在北边的顶点这里，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珊瑚礁。那整个珊瑚礁的种类，包括珊瑚还有软珊瑚种类可以到800-900种那么多。海科馆对面的条件公园本来是粪水掩埋场，即嘛是海洋保育区，嘛是目前台湾酸蚵保育的重点海域之一。陈立淑博士的团队架设的水下摄影机，背面伫海科馆的大厅24小时一直伫投影，会使互游客观赏，嘛会使互研究人员观察水下的生态。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沿岸的开发。我们有很多人为的建设，然后都会把那边的栖地破坏掉。这个大概就是目前我们珊瑚礁碰到最大的问题。一般的动物可能有问题的话，它就会赶快跑掉。可是珊瑚这种动物的话，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它一旦环境如果发生改变的话，那它没有办法移动。小琉球很可惜啊，小琉球本来那是珊瑚礁覆盖率非常高的一个地方，但是原来60-70%的覆盖率降到10几20%，潜客越多，那珊瑚的破坏率就越高。在去年 COVID-19 的时候，不是全省都不能潜水吗？真的，那时候没有一颗珊瑚有受伤的痕迹。基隆市长就宣布说，可以再去潜水。才1个礼拜哦，我再请我们志工下去看，就开始可以看到一些珊瑚断掉了。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可以故意把珊瑚踢坏，踢坏还是一个事实。联合国也讲，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珊瑚护育来协助珊瑚。其实我们海科馆做珊瑚护育这件事情已经有10几年的哈，我们一路从开始怎么尝试去把珊瑚做分株，然后开始尝试带到野外去，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尝试啊哈。依照联合国酸蚵搭保育指引报告，酸蚵保育有4种方式：将酸蚵仔直接伫海底，还是本来酸蚵搭用落空还是铁链固定，还是将酸蚵仔放伫养殖池，再刷去大海。另外2种是利用酸蚵排卵的机制人工繁殖，还是将酸蚵仔直接种伫鱼礁顶。海科馆目前采用上有效的酸蚵保育方式，利用钓、插、绑、梁，将酸蚵仔固定伫基柱顶，无性繁殖。这边有2种养殖方式，平铺式的方式以外，我们还有垂挂式的。像这个是今年5月我们才种植的，所以我们通常一般来说，我们会把一整片的条孔珊瑚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大概在3乘3公分左右，然后粘在我们的人工基座上面。这个呢，它是我们种的比较久一点，种了2年多左右。所以看到像这个膜状盘形珊瑚，它已经原本从3乘3公分已经长到快将近10公分了。这个就很明显，它已经长出它的基座，甚至包覆。所以原本都是比这个基座，对，要比这小，我们才能够粘在上面。而且我们的洞，我们有绑线的洞，你看它都已经盖过那个洞，表示它已经长出那个范围出来了。希望我们未来在海里面移植放流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海里面呈现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展示缸，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在珊瑚富裕的放流这一块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海里面做到就是像这样子。它之前就是我们最早建制，所以我们会你可以看到它很多已经长成一个珊瑚的母体长出来的个体，我们再做切割，然后再移到旁边的富裕缸去做个体的繁殖。最早的富裕缸超过10年以上，这边大概25到30种以上的珊瑚。当年春天是酸蚵生卵的季节，暗时一粒一粒的酸蚵卵喷发，培育生命宛如点点的原车，嘛为海洋带来无限的希望。
联合国提出警告，在气候变迁甲人类破坏危机下，上紧2030年90%的珊瑚恐惊会完全的消失。目前全世界上少56国去做珊瑚的保育，抢救海洋生态系一线的生机。海岛国家台湾嘛，不应该推卸责任。